在庆余年的故事中，实力最强的就是所谓的四大宗师了，他们分别是庆帝、四顾剑、苦荷和叶流云，而其中前3位都是叶青梅出现后利用叶青梅给的功法练成的，而叶流云则是靠着自己的悟性成为的大宗师。在他们4人之前，这个世界中还并未有大宗师的存在，实力最高的人也就是9品上的境界。那么你知道大宗师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吗？今天乐风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庆余年中大宗师的由来。在这部作品中，练武之人的境界其实跟往常的武侠小说设定不同，因为它的故事开始有着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，那就是地球上先进文明爆发的核战争，导致了文明开始了轮回。到了范闲的故事中，新的世界已经形成，但是上一个文明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依旧保持着，比如范闲手中的巴雷特，以及作为机器人的五竹。而范闲的故事之前，就是他母亲叶青梅出现的时候了。既然在叶青梅出现之前，大宗师是从未出现过的，那么是不是可以断定大宗师一定是和叶青梅以及五竹有关呢？其实这也就是成就大宗师的第一个原因。庆帝、四顾剑和苦荷3人都是因为修炼了叶青梅送给他们的功法，所以成就了大宗师。而叶流云这个另类，虽然没有获得过功法，但是却跟五竹进行过几次交手，之后他就开始闭关，一招明悟就成为了大宗师。可以说这4个人都是跟叶青梅和五竹有着一定关系的。那么至于他们是怎么修炼上去的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天地之间环境的因素了。这些武者体内的真气其实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能力，而是之前核战争爆发后残留在地球上的核辐射能量。也就是说，谁体内的核辐射能量越高，谁就能逐渐的向上修炼。但是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所能容纳的核辐射能量也有所不同，所以这也就让他们划分出了等级境界。而就算是习武天才在达到9品上的境界后，体内的真气也就能达到一种饱和的状态，便再也无法晋升。而此时也就到了9品境界和大宗师之间的隔阂了。要突破这个隔阂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心境。4大宗师无论修炼的什么功法，他们的心境都跟普通人有所不同。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他们都可以保持内心的波澜不惊，即使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他们依旧不会产生害怕的情绪。而这也就是突破大宗师最为重要的原因。4大宗师修炼成功，都有着各自心境的一次修炼。比如苦荷在去寻找神庙之前，不过就是一个苦修士罢了，但是在寻找神庙的过程中，他历经艰辛，饥寒交迫让他一度支撑不下去，更是为了活下去而进行同类相食。他当时已经放弃了作为人的其中一个底线，那就是为了活下去，成为一只野兽。所以在叶青梅给他功法后，苦荷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他舍弃了本身的人性，成就了自己的大宗师境界。而四顾剑同样是走上了这个道路，在叶青梅到达东夷城后，便将四顾剑法交给了四顾剑。而四顾剑在练到9品境界后，一夜之间杀尽了自己在城主府所有的亲人，只放走了一个弟弟。可以说四顾剑当时也放弃了作为人的一个底线，放弃了自己的亲情，所以他也成就了大宗师境界。而庆帝则是到达9品的境界后，询问过叶青梅如何修炼霸道功法的下半册，但是叶青梅也并未修炼过，所以也不知道。而庆帝也是人中龙凤，在北伐的时候走火入魔，导致体内筋脉尽断，意外中让自己成就了大宗师的境界。他放弃了作为人最基本的健康。而叶流云则是更为简单了，在遇到五竹之前，他练习了一辈子的剑法，并且到达了9品上的境界。跟五竹进行过几次对战后，放弃了自己的剑法，开始修炼流云散手，就这样成就了自己的大宗师境界。这4位大宗师当初的经历中，心态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一点，也就是这种变化让他们进行了蜕变。而这种蜕变简单来讲，就是让人去放弃一种事物的执念。这种执念可以有很多种，人性算是其中一种，身体健康算是其中的一种，自己的过去也算是其中的一种。只有真正放弃了其中一样，才能让自己的心态产生根本上的改变，之后才会成就天道，晋升到大宗师的境界。而舍得之间，也就完成了人和神之间的转变，因为神是不需要任何感情的，而五竹能够比肩大宗师，是因为他本身就没有感情。作为机器人，五竹其实大多数都是在冷漠的看待这个世界。而范闲在摸到那个门槛的时候，也同样感受到了该如何晋升大宗师的境界，那就是必须要舍弃一生挚爱。但是范闲却认为，如果连感情都要舍弃，那还谈何为人呢？与机器那有什么分别呢？自然他的实力也就一直停留在了9品上。所以说并不是范闲不能成为大宗师，而是范闲不想成为大宗师。毕竟每个人对于看重的事物不同，范闲更为看重身边的那些人事物，而并非是自身的实力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